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集無限簡報。今日想同大家先講一宗發生喺沙田嘅事件，再由呢件事一齊思考一個更深層嘅問題：我哋人類究竟係唔係一個整體？點解有時我哋會忘記呢個真相？今晨4月27日大約9時42分，沙田水泉澳村街市發生一宗傷人事件，一名魚檔職員涉嫌手持利器傷害咗相鄰豬肉檔嘅2名職員，其中一人頸部受傷，2名傷者都清醒，由救護車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。警員接報到場後，已將涉案男子以涉嫌傷人罪拘捕。事件嘅詳細動機，警方仲喺調查中。呢個事件發生喺一個最日常、最熱鬧嘅地方街市，成千上萬市民每日都嚟到呢度買菜、傾偈、維持生活。魚檔同豬肉檔嘅職員可能朝見晚見，已經做咗好多年鄰居。突然發生咁嘅事，對街市嘅檔主、街坊以至整個社區都帶來咗唔少震動。我哋唔會渲染任何血腥細節，亦唔會猜測任何未經證實嘅動機，因為呢一刻更重要嘅係冷靜面對事實，同埋思考點樣減少類似事件再次發生。點解類似事件會喺日常生活咁近距離發生？街市係一個高壓環境，檔主同職員每日面對緊迫嘅營業時間、競爭、成本上升同埋身體勞動，長年累月嘅壓力，如果冇適當出口同支援，就有可能以突發形式爆發。呢個唔單止係個別事件，更反映出現代社會基層工作環境下面對嘅普遍張力。除咗職場壓力，精神健康支援不足、情緒管理、教育欠缺，以及社區互動減少，都可能係潛在因素。當一個人長期覺得孤立、無助，或者被日常壓力淹沒，就更容易喺某一刻失去控制。我哋可以點樣避免類似事件？首先，社會層面需要更重視基層勞動者嘅精神健康，例如街市管理處、商會可以定期舉辦壓力管理工作坊，提供傾訴渠道。政府同非牟利機構亦可以加強社區精神健康外展服務。其次，作為普通市民，我哋自己都可以做啲事，多啲體諒街市檔口嘅辛苦，少啲投訴，少啲比較。遇到街坊情緒唔好時，多一分關心，而非冷漠。安全方面，街市如果有更多監察設備同緊急應變機制，都可以提升整體安全感。但最根本嘅改變，可能仲要從更深層開始。我哋要重新認識人類係唔係一個整體。表面上我哋見到嘅係一個魚檔職員、一個豬肉檔職員、一個傷者、一個被捕者，每個人都係獨立個體，有自己嘅故事同壓力。但如果放大視野，我哋其實係緊密相連嘅。生物學上，全人類99.9%基因相同，我哋全部都係數十萬年前同一批非洲祖先嘅後代。生態上，我哋呼吸同一個空氣，飲同一條水源，住同一個地球。心理學上，我哋擁有鏡像神經元，可以感受到他人嘅痛苦同喜悅。當一個人受傷，整個社區都感受到震動。當一個人情緒崩潰，佢身邊嘅人、家人，甚至陌生人都可能被波及。我哋明明係一個整體，點解日常生活中卻常常覺得我同佢係分開，甚至對立？呢個分離感主要來自3樣東西：大腦演化遺留，我哋嘅大腦幾百萬年來都優先保護自己同自己嘅小圈子。呢個機制喺遠古時代有助生存，但喺現代密集嘅城市生活就變成障礙。社會同文化教育由細到大，我哋被教導要競爭，要突出自己，要保護自己利益。呢種教育強化咗分離而非連結。日常生活節奏、工作、資訊、壓力，令我哋一直處於生存模式，冇空間停低嚟感受同他人嘅真正連結。今次沙田街市事件，正正係呢種忘記我哋係整體嘅結果。當我哋只見到對方係競爭者，而非同我一樣努力生活嘅人，衝突就更容易發生。如果我哋可以多一分整體感，情況會唔會唔同？當我哋明白隔離檔口嘅同事同自己一樣有家庭要養，有壓力要面對，就可能多啲包容。
當我哋明白自己嘅情緒會影響他人，就會更主動管理自己。當我哋明白整個社會係一條船，就會更願意支持改善精神健康、勞工權益同社區互助嘅政策。呢個整體感唔係空洞嘅哲學，而係非常實際嘅生活態度。佛教講緣起，科學講系統，兩者都指向同一個方向。我哋每一個行動都喺無形中影響其他人。當然，承認人類係一個整體，唔等於否認個體差異同責任。涉案人士仍然要面對法律後果，傷者需要得到最好治療同支援。但同時，我哋作為社會一份子，都可以問自己：我今日有冇為呢個整體做過啲什麼？希望今次沙田事件可以成為一個提醒，而唔係只係另一宗新聞。願傷者早日康復，願涉案人士得到適當幫助，願我哋嘅社區變得更加安全，更加互相理解。你對呢件事有什麼看法？歡迎喺留言區理性分享，我哋一齊學習。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無限簡報，記得讚好同訂閱，下次再見。